用咱家己的语言文字来记录生活的代志，都也真久无来算数学深析一下。这个深析一下哦，深析原本是形容吼，会当甲转做动词哦，讲真久无来深析一下，这伫语言上确实是有安尼用吼。咱即马要用台语来讲下平这条简单佮趣味的算术题吼。这个数学吼，一般台语会当，你要直接讲数学，当然咱一听就听有啦。较早会讲做迄个啥算术啦。那在四角形 ABCD 甲 DEFG 拢是正四角，正四角就是正方形吼。其中三角形 DEC 的面积是42，即读做平还是平拢会使吼，嘛有人读做平，一般读做迄个啥平较济啦吼，是42平。三角形 GFC 的面积是30平。根据这个算术，咱挽过树藤。后来这个词真重要吼，挽过树藤，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吼，迄个有无咱迄庄骹吼，迄个种瓜啊园，特别是迄款金瓜，我讲迄金瓜叶量足悬的哦。有当时吼，伊迄个啥瓜啊吼，你生到底要熟去啊，你嘛毋知影哦。咱若要挽的时阵呢，其实真简单啦，你着找较地头遐吼，将迄条啥瓜啊藤咯，你佮甲吼拿甲迄个啥树悬吼，就是迄个吼，咱华语讲迄顺藤摸瓜嘛吼，甲树悬拿顺着通顺着瓜发直达吼，所以这个吼挽过树藤这个语词足重要，伊的意思就是寻找脉络吼，寻找脉络，也是讲做吼，咱较早写论文是爱爬书有无吼，爱去找吼。爱背诗嘛吼，所以挽过树藤就是寻找脉络所以你也看吼，我是毋讲根据这个算术，所以你个爱根据这个算术去寻找脉络吼。咱挽过树藤来甲算看卖这爱注意吼，本来看卖吼，咱即马是爱变调嘛吼，算看看嘛吼，来甲算看卖正四角 ABCD 的面积是偌济平吼，偌济平。好，来，这个，我有看真侪人回答吼，而且恁真厉害，恁的答案拢对咧，答案就是 A 吼，193。原本这题吼，其实伊这个数字吼，这是我挑工甲设计过吼。本来我是伫想讲吼，可能选 D 的答案的人会较济吼，196迄个较济。为什么？因为咱是要算迄个正四角 ABCD 的面积对无吼？196吼，196是毋是拄是啥呢？拄是14乘14，14的平方等于196，对无吼？14乘14吼。我本来是讲选这个，结果你拢有法度算出这个吼193，这足无简单的吼。后来这么先来小解一寡重要的语词吼。拄咱讲14的平方吼196吼，咱的迄个台语讲吼，14的见方吼，14的见方是196吼。这么来讲一个生活中咱定定听到，咱讲做吼，咱拄听无讲做几吼，这啥几平对无？几平嘛吼。这个吼咱捌听过，咱来从两块榻榻米甲夹做伙。两块榻榻米甲夹做伙，安尼呢吼，伊就成做一个正四角吼。伊边的长度拢是大笑6笑，所以一平就是两块榻榻米甲夹做伙安尼吼，这个四角形，所以咱台语就讲做6笑见方。我相信恁一定捌听过讲做吼，一平就是6笑见方吼。所以不管你是讲见方，迄是见是见面的见啦吼。不管你是讲6笑见方吼，也是6笑四方吼，拢是讲正方形啦。所以咱讲一平是6笑见方，所以你爱会记住，迄个6笑是讲伊的啥边长吼，迄个正四角的边的长吼。所以咱确定是有即句一平是6笑见方。这边我就是讲吼。一平是6笑见方，伊的面积是36平方尺，还是讲36见方尺吼？迄个
数学嘅语句正确是安尼讲，我搁讲一遍哦。一平是6尺见方，伊嘅面积是36见方尺，36平方台尺。这就是甲大家确定就是迄个正方形正方形的边长若是6咱会当讲6尺4方，还是讲6尺见方好啊，这题来，这题答案是 A 大家听看卖啦，参考看卖这条是国中2年其实这条呢讲正经的，拄我讲是讲简单不过呢，你若眉角抓无到咱顶下有讲到迄个眉角有无眉角抓无到，原来无好算咧我有甲迄个洪教授回答讲我才先念了后，我带大家看图我讲因为正四角 DEFG 的面积是两个三角形夹起来你要讲合起来嘛会使啦两个三角形夹起来的顶杯这有一个真重要的迄个台语意思顶杯就是两杯啦顶杯就是两杯咱这个顶杯还会当加转用做特别亲像讲我甲恁讲阮牵手炒的这个青菜特别好食比外口卖价足好食咱这当阵咱台语就当除了讲特别以外，咱嘛会当讲阮牵手炒的菜定倍好食这只小概定倍这个安尼用伫咧数学者定倍都毋是特别啦，就是2倍咱来看这个刮胡咱读做括弧括弧42加30，咱会当看到迄两个三角形，一个是毋是42平对无？一个30嘛所以咱将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甲加起来就是72因为你也看这个将这个正四角形伊的面积拄是这两块三角形的2倍这个都应该无问题。是安怎讲正四角拄是这个三角形的2倍咧？因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毋是就是地升悬的一半所以安尼若是安尼甲倒起来这个正四角的面积就是这两块三角形的2倍我等下带恁看图，我即摆才先解说所以72的定倍是毋是144144拄好，囡仔坐火车拄好144是毋是拄好是12乘12所摆正四角的长度就是12，所摆就是所以啦所摆就是所以来咱知伊的面积就正四角的面积144所以伊边仔的长度就是12，因为12乘12就是144。过来，咱来看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一个42，一个30，所以伊的比例你看42比30。67 42 65 30所以伊的比例是毋是7比5？也就是讲，咱要将12的长度甲掠做7比5你看边长12要来甲掠7比5，那安尼足简单的，嘛这一节一节一节的一个线段啦嘛这一节是7，一节是5安尼个当算出一节是7，一节是5。好怎么咱从迄个画面来看这个图怎么来讲出是安怎193要来解说。所以来，怎么看这个图来，咱看到这两块三角形，一个42平，一个30平，对无拄则讲伊的面积怎么讲较紧呢？伊的面积拄是正四角 DEFG 的定倍2倍嘛，所以正四角就是144。144这是伊的面积，所以伊的边的长度就是12乘12咱就算出这个伊的边长是12，所以 EF 来咱来看 EF 这站的长度就是12因为42比30咱足用心的咱看游标只要随讲着42比30的这个比例是毋是7比5？所以咱就从12
甲掠做 EC 7，啊个 CF 5，啊12分做7比5，拄拄7比5，拄拄个是1站7，1站是5啦，啊这当然是挑工算好算的所以这个是1站7，1站5，啊过来就简单啊来，安尼咱是毋知影 EC 是毋是7对无？啊 DE 来，咱看这个较细的这个四角形 ，DE 的长度拄则是讲12，后来啊咱遮就会当讲到迄个平方会当读做见方像这个所在就袂当读做四方，因为四方是4边咱即摆讲平方DE 的平方即摆注意听这句伫咱的这个数学的学科术语来咱参考看觅 ，DE 的平方第一是咪12，所以这个这站的这个见方，也是要直接讲平方嘛会使啦一般其实是学科术语会当讲见方较好。第一的见方是12，12的见方就是144过来 EC 是7，啊7的见方呢是49。咱若知影讲一个直角三角形 DEF 知影双边边这个互相垂直、互相垂直，是毋是 DE 甲 EC？ 咱就会当算出这个环角边，环角边就是斜边注意这个名词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叫做环角边咱这个环角边的长度呢，就是拄则讲的12的见方144，7的见方49。将144搁甲加49，安尼是毋是193？所以 DC 的长度就是根号193 ，DC 的长度是根号193。来，台语 DC 的长度是根号193，所摆四角形 ABCD 的面积就是 DC 的见方。DC 拄则讲的是根号193，所以伊的见方就是根号193乘根号193，安尼乘出来，乘就是乘安尼乘出来就是193。好，以上解说是安怎四角形 ABCD 的面积是193平